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氣來咧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今日啊 ，Rita 非常嘅歡喜，咪當榮幸哦，嚟同大家介紹新嘅專輯，呢係一種客家傳統歌謠嘅專輯。呢一啲都有全新嘅美事，韓國就咧聽到哇，各式嘅片版哦，非常期待，咪好好介紹俾大家。實際來歡迎今半日嘅來賓，首先來歡迎呢係劉德祥先生，先生好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係劉德祥，我大大新婦，今日當歡喜來了位電視台了位長山歌本台先客堂。啊，歡迎先生，看你小頭小面，心情很好啊，歡迎你。歡迎新夢姨，新夢姨。接下來呢，來歡迎呢係咧劉德祥先生嘅最得意嘅土地，咪係佢嘅來啊，來歡迎劉老趙先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劉老趙，今日非常歡喜來到呢位新夢大家。歡迎，接下來呢，來歡迎咧專輯當中哈有一個蔡英哦，有一位美女兒是係你哋小嘅人造家，來歡迎李依婷先生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依婷，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。歡迎先生，哇，今半夜咧畫面當中，因為呢有傳新韓國呢兩屆上演到啦哈，要這樣嘅時候冇要來上吊得吧哈。先生，非常恭喜你哋出了張專輯哈，非遺嘅儀，而你講到頭擺嘅獻古上。講到頭擺獻古，你啲都收錄嘅12條嘅山歌。首先用翻啲非遺咧，用咪按嘅名咧。非遺咧就係大家幫我嘅來記來介紹。哦，人生機會做呢隻儀呢隻儀式，我錄呢專輯，等下幫佢來攞大家來介紹下。哦，所以講我是傳統嘅我也已經傳下來讀機是第3台咧。哦，但華語講到第4啦。哦，直接傳下來加工傳落半嗌傳落半機，所以講我哋第3台，因為我哋頭擺是按照做咧講按照戲班嘅寫架。哦，戲班寫架。所以講你下講為錄呢個專輯嚟講，也係個樣板為片板有12種嘅條。哦，你話目前一般人來講，哦，我哋貴聽講，我要唱乜嘅條。哦，你係乜嘅條係適合我？其實係我哋戲班寫架來認為講，你係有多少有差別。哦。因為你係傳統嘅傳法嚟講，你人本身12種條絕對會唱。全走的，因為你唔曉得樣板是發揮嘅。哦，這很簡單的道理是講，可比你時差重要。那明明該天蹲到變講鳥床了一樣，你要轉彎啊。所以，這就是一個訣竅。哦，所以阿勇英啱又咪講，哦，你係唱呢個歌哈，像深深聽話唱來講，它即使有變化調冇重要，樣板喊做得發揮啦，就是當已經講啦。哦，一字行腔啊，行腔作韻。但是你講你要曉得去發揮佢。哦，冇簡單啊哈。家下像你哋喺上課哈，家先生講你所有嘅調線哈，你調線音樂啦哈，12音律，12隻調來唱片板。其實你講哈，我是從嚟調時候啦，其實每一種調佢調線嘅啲風格冇重要，所以你嚟學習啊哈。所以嘅阿趙。我家下談爸爸咁講嗬，所以我哋講啲名啊，咪係啲專輯，你係特別識嘅，愛送本爸爸嘅，哦，咪係攞啲成個傳下來嗬。所以你頭擺係獻古上生嘅記錄，阿公攞阿爸係嗎？最重要係因為你係獻呢，攞頭擺人嚟獻樂，嘅樂器處理哦，我知道賺錢多。所以講，我是講，非遺到頭擺嘅獻古上，第一隻問題是講，你愛獻呢係相同嘅，唔係死板嘅。哦，你下一台不如一台，做得啱樣講。像片對來講，我知道你係真實嘅傳統美，連死板嘅樂事先上就少得當多。所以講，我是想講，按你一張名，用按到
偷白嘅仙姑上，cái gì呢只意思呢？係因為其實係本愛自家做非議。有辦講，因為愛爸爸佢嗰兩時嘅聖經落下來，非常嘅，所以可以講佢當日為讓愛奉獻呢，為表現呢嘅人，包每佢聖經落下來，佢連獻都是賣，豆腐卡連獻都是冇命，佢包每做廠嘅時間。打鼓嘅時陣，因為佢唔愛獻啦咩，要手動掉咧，佢就打鼓。因為愛唱時彈佢打鼓，愛啲，佢呢一度冇落花草，有乜會減得人多。愛知道啊，快咧，你冇實實讓愛把做起來，你係專心做起來，係咪愛會彈唔到咧？哎呦，你講啊，我當上鏡。還蠻快啦，佢做林玉順了，講話還安有哩。有呀，這些係笑嘅，改了是。你看你看到佢是演戲很當阿媽你會做的，改了是連手啊會不自然的為準。係啊。愛現在為跳之外，連打鼓子跳，所以講啱是講，呢係東西一定會完整，做唔得半幾攤嘅，所以講啱人會講哦，做一隻義呢隻意思。哇，咁糖咧要感動嗎？有。哎呀，你最好嘅學生啊，教導色彩很好，所以你係肯定咧，你嘅咧中用台嗬，交通台嗬，客家學人哋讀書，希望讓阿爸嗬，咪做啲變種嘅論文，那佢傳下去。做咧有文獻出嚟。啊，所以按講咧，其實像阿公傳下來，一切做戲班咪好，做廠咪好，呢一時係亞福卡嘅文化。係，對。好，呢一擺呢特別做呢專心嘅就非常有意思啦，哈。剛才沒講到咪特別要強調依婷老師來彈手，動感茶機，他真的是全力相挺嘅。對，沒錯，都是情義相挺。應該見你下間人彈得先嗎？稍微聽得懂。有。馬基穿彈先咯，絕對冇馬基哦。係啊，咁依婷老師呢一擺來啊，嗬，我看見那咧，你講嘅小兒望小，中國笛，所以主要地位性上係認真乜嘅樂器，有演奏哪一些樂器？主修是中國笛，然後也會吹簫，然後會彈鋼琴，然後大學的時候是主修北管，對，北管音樂也懂。你北管咯，你客家係白音嗎？這是白音嗎？所以演奏起來，藝術修哦。對。在地圖呢裡面，你搭配了哪一些樂器？主要只有吹笛子哦，主要係那個小兒。轉供啊，轉供啊，轉供啊！阿趙先生，你哋咧地圖要演奏乜嘅樂器？我只演奏倆幾弦呢，喇叭弦。你喇叭帶來了嗬？喇叭弦。你下前少看到咧？當少看到咧，因為倆弦都當唔好寫愛。提起講，佢係偷衝、米強，一般嘅弦呢係。米強，偷錯，佢都對反，然後佢嘅演奏方式冇強調，佢係4度定音，我們所謂的叫一般我們定弦都是5度定弦，它是要4度，所以按到撥 4，按到撥 4弦，撥 4弦啊，所以講你係一天我幫佢傳線下，而家講到人家把講，我係輕音來教。佢要講下難彈到啦，我巴掌都講，我要解係觸摸啦，即係有咁嘅意思。你做咩講？你很轉來衝來轉數，所以講你撥 4弦是最高難度嘅線。哦，係咁樣嗬，喺度加油加油。其實今日講到你啊，嗬，看到兩字愛嗬，阿爸啦，攞嚟嘅感情安好嗬，實在當上彈吉的。強下來，科學成個好嗎？做得嗎？做得嗎？嚟唱大家強下來欣賞哦。希望大家。行水兩個水啊上啊，講係上大山啊，嘅
看见那两个水来上啊，歌啊心潮来行啊。让得两个水啊，让啊，祈求表爱来过呐，恩两头对呢望啊。來心上來上呢。大家在到節目當中來，見半日地復起來為了大家分享，你係要溜得上啦，溜落就先生咧，哇，兩字呀強下來萬星一種，記得解會議，記得本大家談到頭擺解獻古上嘅非常嘅感動，再次來分享，韓國李玉婷先生分享三位，哇，頭先談呢度咧課場嗬，我遲到到一半。現下師兄本大家談到嘅平板冇強弱。哦，係，你人生一啲傳統有傳統嘅嘅唱法。你啊目前是講，你啊人按照制式化咧。哦。會你講嘅制式化，因為只用哆來咪發嗦。哦。頭擺你兩種嘢是按用共尺譜、共詞譜。係。應用辦法冇重要，因為你啊。也咩講哆來咪發嗦，我他好啊，因為佢變下課咧，佢是本譜那人變下課咧，隨時記得做得唱，做得認真啊。但是一啲共尺譜係用拍，要死背哦，哦，佢嘅音階用辦法冇類似比率就是就係乜嘢咧？羅馬拼音哦，全世界通用的，但是佢嘅音準是有多少冇重要。我講大家認唔認同吧？啊，好，我從咧理下顯下一般講平吧。So do re mi so mi la so re mi so la do re mi re do。對。咁係講共尺譜用班唱。共尺譜其實佢嘅變化是，佢按照七管。七管你係按照你係哆來咪發嗦是按照12種哆來咪發嗦12種音嘛。我哋雖然講七管，但是佢打七打橫顛倒。哦，是749種，所以佢調上有調下。你下人唱歌按照嘛男腔女氣，係頭擺人我哋唔係按講法，按照嘛生旦淨末丑。啊，你喺度做戲舞台，但有關係啊。你主持人是名主持人，你頭腦很靈通。啊，你因為你啊講你係旦腔出來，你也走旦的音出來，你也唱乜嘅趕路，就是你們講的叫什麼調？係哦，所以講你莫講，你會講你咧，所以我奉勸大家唱歌嘅人嗬，莫講你會講，我叫你唱 A 調，我叫你唱 C 調，我就定調做解會，下邊你就吃虧。要不然講咧，人生啲人一年365日冇重樣嘅相遇。錯。而且會隨着年齡嘅變化，係，上代會變態，所以啲山歌，啲傳統嘅山歌，按照識人冇識相，
哇，各位很好，掌声鼓励。新闻。其实厉害吼，大家对散果的了解吼，像一般红糖，不过是讲摸爱鲜呢，也讲摸下进掉去糖了传统的上，其实俩人是摸拿到，韩国俩新一只上元12音律啊，你也讲所谓可能戏用的彩谱的方式，可能怡婷老师他就是音乐科班出身的哈，所以你看俩谱我们很自然，无论很讲五线谱也讲简谱等等，不过讲到传统的乐器，俩记谱的方式，难怪你头摆按到的俩歌谣好嘞，鼓条。按到的转上，所谓我们的转韵，来讲加法，对，也是因为头摆是有按到的声音。冇错，所以讲爱甲细细咪介绍讲，佢七管地图佢749种变化，佢随时会调上有调下，所以讲你也是扮演个会真紧轮椅正讲真紧来写你的谱哦，你实在是有下困难啦。你咪你散过好搞的啊！哈，你一说讲自由发挥，今年2、3按熟熟了，哦，3台已经唱下来了，今年都要搬去考试，系冇？怡婷老师，你几几届？你是强起来那个情意相挺的。哎呀，因为怡婷老师你是吹中国笛嘛，演奏中国笛，该有系音乐课班是学。国乐的，对，然后也北管，你加入我们这个客家传统的歌谣，我们刚刚讲说很自由，哇，这么多的转音，这么多的加花，你自己打破，你有没有什么很困难的地方？有，一开始接触客家传统音乐的时候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。应该说，我以前念书时期就是给我谱，然后我就照着谱吹。哦，但是视谱高手，谱一来，马上是喷出来。但是客家音乐是几乎没有谱的，对，所以一开始我会不知道吹什么，对，然后就是一直问阿照说该吹什么，然后而且阿照有时候我会要他示范拉一次给我听。结果他每一次都拉不一样的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！然后他是跟我说，因为客家音乐很自由、很即兴，对，所以他可能每一次拉对他的感觉都不一样，所以就变每一次都不一样。所以刚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那我到底要吹什么？对，莫行的，不过安永音是一只新的火花。我相信一听就懂得有收获。怡婷老师这样子录完这张专辑搞下来有没有觉得很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有，就是以前其实对客家音乐没有那么了解，我觉得是录完这张专辑，就是更了解客家音乐。对，很狗动自由，好，不是制式的在谱上面，不是在那个每一个音上面，而是你可以在可能这个小节、这个节奏里面自由动自由的走几个，就是真的是在玩音乐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很情境啊，什么情境就演奏什么音调，唱什么音调出来。所以李阿白是加入一届，中国笛动好哦，跟爸爸一起动，用半音动好啊，动好因为就教你的中国笛了介上对，你俩都跟音乐来讲啊，调起来动好动格啊，客家语讲就动格。动格线，唐语都有个温顺，係哦，轻易面唱，尤其你客家人唔知做乜嘅，唱嘅成個歌詞專門好唱。哎呀，阿哥，唱到我呀！你一擺爸爸擔任主唱哦，主唱一唱是唱12條歌哦，還有自己現場嘅即興歌詞誒，有冇安強咯？因為頭擺人唱山歌嗬，一天係水橋山歌，冇講上啲啊古田體咧，古田體是唱死嘅天啦，你是冇個感情去冇走出來啊！你啊可能乜嘅前進，就唱埋歌，水時是做咧唱錯出來，要當嘅關於講當靈活啦。機智歌王又是機智又是機智，對。唐講呢一排本因為唱是打鑼鼓婷婷。你一嚟一件咁易唱係冇？結果成功咧！那個被騙來唱，一唱還唱12條呢？他被騙來唱，因為家身體確實當唔好啦。就因為身體非常冇，就咧講係暴瘦17公斤，成咗17公斤，因為身體非常冇，係肌肉所以講呢成就回憶憶嘛，講下嗰陣時。
我差不多會好些咧，會屍體咧，叫我。唔盼得啦，上到咧按好嘅歌聲，按好嘅少年傳下來、留下來啦。因為特別我錄音界吼，嗰兩些年代是冇按好嘅機器啊，也什麼留落嘅聲，所以大上海叫你啊講有厲害，目前就按嘅機器，叫做留吼我嘅聲去哦，行擺是。唔會講，關於講唔會遺憾啦，唔會遺憾嘛。上年時間還有上好睇，還有然後看。係啦，所以講佢細細聽講，我以前我9歲開始會愛煙啦，會愛煙咧，幫我爸爸打。哎呦，明白。因為我細個聲音坐戲班哦，你老爺媽媽兩手坐戲班哦，是因為好愛煙去唱歌，讓我按吹歌，你有人喺搞煙啊？我被打唔會驚哦，唔會驚，佢個不將是用教的，佢教是當然嗰時會用打哦。哎呦，佢用打，所以講到幾窮人，佢也要上上月天分。佢到9歲，又話而且我電動我發現，我很高興，因為呀，為高興我嘢唔會變壞，唔會攞廢片要求下，所以佢9歲話而且你10歲是聽我四處出門去表演。10歲是開始表演了。大家幾人介紹呢？佢9歲是話愛呢種嘢咯，12歲是話愛呢種，呢種嘢哦，高難度，加佢甚至佢講下哦，不科學，不科學，佢最高難度嘅。佢談落窗頭嗰時愛你嘅嗬，佢其實同佢談其實12歲開始嗬，所以佢哋好，我唔敢講當先鋒啦，但是。很做得啦！哎呦，一下皮了，很驕傲。你要動人啊！哈，還有進步的空間啊！哈，你要擺錄音嘛！哈，爸爸咪應音跳。啊，你下廣東版啲錄音寫時間阿照，你該會讓俺用版，咁要有一天有，因為樣版，因為呢一張專輯本來唱、愛、打，全部係愛爸來完成。哦。不過佢嗰兩是身體非常很硬，佢現呢，他因為在身體有壓力下，佢嘅手指唔彈，佢嘅頭腦咧，佢嘅頭腦想埋個音，佢嘅手指冇辦法做到，所以佢到旁邊來督促我。哦，係，所以講我因為這為什麼要講頭擺嘅弦鼓上，所以按到4批杆，你下專門愛南弦杆，南弦杆就是意思就是說定弦不管怎麼樣，它只是手銳指法，那。4批管就係用拉咪指法，所以講呢一管係愛非常硬弱嘅一管嘅管路，係所以講愛該兩是愛當到地方，愛爸爸當唔中意嘅地方，佢也唔會講乜嘅。佢係高一擺，高一擺，佢係乜愛到幾乜嘢，叫做你睇，一種專輯係乜嘢啦哈，哎呦，很正意思啊，哇，實在冇簡單啊嗬，等間下度再來咧，談佢為到去做呢專輯，為到去啦，呢客家傳統嘅歌謠唱下去，實在非常用心，你睇下繼續轉到復起來咧。帶來一面浪呢。
你破啊，来破啊，地球甲前来自难，恩感谢，什么来讲啊？两个太平洋啊！哇，好聽！先生，我有問題。有辦講，係呢一種專輯地圖嗬，12條，對12條全語長，今日頭先小可講到天天，本來想到頭白人講，從山講那唔對錯，根本是冇專條，所以是係頭先講嘅原理。你自家嚟從咧12條，完完全全是做得駕馭，做得，即係因為，所以講呢係歌唱比賽咧講死啦，呢係歌唱比賽嗬，嗱頭擺歌唱比賽冇窮樣嚟到咧。頭擺比賽哦，做樂4個人哦，一定搶手。明白？佢係愛乜嘅跳，他拉什麼調，你是小唱乜嘅跳。嚇，我考試啊！他厲害唔係哦，厲害係表示講，厲害係唱歌嘅人下台咧，梗做樂4個人冇人台。我嗌了做嗌唱埋跳，嗌嗚下來，嗚上去，所以講其實唔曉12種跳。小12種跳嘅意思講，哦，我哋啊樂師不管你來乜個跳，我還是有辦法唱出來。咁樣辦12種跳唔會唱啦。哦，係是按簡單嘅道理嚟呢。咁意思係講喺度啊，誒，唐呢種專輯地圖是做得好嘅，做得。誒，唐講你係咪有先嚟計劃嗬？今日講到愛好。啊！先生嚟講，你都當地喺做，你係冇強嘅條，係本體家做得自家創，又係做得對較好嘅係嘛？做得。誒，做嘅喺度空間帶，啊，伴唱，你係貴語講，啊，伴唱帶，對，空弦伴唱帶。你做本啲都誒，自家學唱也做得，係本線上而教唱也做得，是嗰啲是講哦，要留下傳統嘅梅堂。未係傳統嘅粵梅，我撈住唱出嚟。對。哎呀！唐導先生講到非常嘅熱門啊，很專注啊。我有問題誒請教先生，因為呢節目要帶嘅是講，希望透過先生嘅專長，你哋會證明你哋學習啊。請教3位先生哈，為什麼這麼熱愛、這麼投入你所謂傳統音樂咪好，白音樂咪好，用白音咯？對，所以講。你係傳統嘅梅堂，你絕對冇比團體，到團體而簽進來是冇人快，完全做冇人快。你係演唱歌是講注重嘅知識塊哦，那哎喲是按天體快體。哦，佢係原梅是冇睇啦，是第二個哦，因為佢做佢寫唔出嘅音律，佢寫唔出來，只用那哎喲來代表。哦，所以個厲害就變知識化。我自家係會議啦，係會議，係所以你當從人一個完全捉準老傳統嘅梅嗬，實在是用很困難。啊，是喺咧唐專攝是做咧。對。哎呦，跟阿趙先生呢，你做埋從細唐爸爸愛，你咪來愛，喊俺後生，唔過你喊講，無論係不科學啊，嗬，又係講你傳統嘅咧，福建全部做得愛到，真係得心應手誒。對，因為講第一，我好勝心強。哦。因為我爸爸頭先也有講到，我係苦練型嘅，我當樂。凡人當腿，但是我好勝心強，我唔相信我練唔起啦。啊，你苦練型咧，當山貓，當年紀，我倒立下，當然我係2點鐘就愛現啦。所以頭先也有講到，我舞卡做舞卡嘅時陣，我讓我爸爸為表現呢，為表現呢嘛，所以愛用你的演繹。所以講我就是說我第一個我不相信我練不起來，第二個就是因為喜歡他嘛，中意佢。有興趣，因為係練機嘛，所以就希望講，可以講阿公傳到我，傳到呢個3台人咧，偏偏一句話講，嘿，你看，個劉邦順咧，後台冇接到嘅係數年，
哎呦，还有一句话是讲啊，哦，你看哦，去接佮笋啊，接到佮收呢，偏偏一句话，所以讲俺一听所以你是给压力自己。哎呀，自己，俺只讲，所以我从小立志当国宝这样。哎呀，从小立志当国宝，当国宝不知道好不好？因为家中有个宝。哎呀，没关系，高兴就好。对，高兴就好。恐怕大家会一面倒。哎呀，你看，所以讲你说要床上講，係床上講就水橋。啱食飯時嘅，真大嘴鼓哦，川青。特意啊，該兩位啲客家用嗬，情感研究嗬，食材當感同嗬，該家業嘅解嗬，強強咪變做客家人嚟嗬，嗰堂技巧哦，嗰人就技巧。我們依婷老師哦，自己本身咪係學傳統音樂哈，老師覺得為什麼這麼熱愛傳統音樂？你覺得它的價值所在哪裡？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竹笛的聲音，然後我覺得笛子很有趣的是，它運用在不同的音樂或曲調。然後聽起來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，對，所以我學笛子10幾年，我還是就是對它一直很好奇，然後會一直想研究下去，而且我覺得它的學問是很大的，對，所以也是一直吸引我的原因。哇，欣賞認真好學，所以有冇見不斷嘅進步？該到你嘅節目嚟嗬，當到嘅朋友講啊，很好哦，我當時看到你喇叭弦啊，又係講你聽講你係百年嘅羅琴係啊，該我唔敢咩？該記住你講我咩呀？走得，你試看現場算係簡單嘅教學呀，係講愛弦嘅人，老師你先來示範一下，用半音嚟你姿勢吧，你手啊用半音。哦，其實愛弦呢哈，左手到右手都要比個7，最簡單了哈。來比個7之後呢？有笑容嘅感覺。Lucky 7。啊，Lucky 7。來表加7，然後這個竹弓嘛哈，弓呢，讓馬尾，你係馬尾啊，馬尾靠近虎口，然後呢大拇指哈，你係手指公。輕壓就好，不要莫卡西哦，輕壓輕碰的這個弓上，哦，弓上啊哈，還有你看食指，啊，是食指看表的，你看竹弓上，然後中指、無名指，哈，你看動指到無名指，看呢本人你看弓，你看馬尾你看到，然後再過來，這個是右手講完了，左手一樣比個7，然後它的虎口。一樣輕碰弦桿上，莫卡西的咯。看本人就好，本人你按到按馬只按到千金的意思哈。你看千金就是虎口輕碰千金底下一點點，好，然後按用音，好，這是很簡單的姿勢。然後弦呢，摸主重係乜嘅？最主重嘅係弓呢？弓。你使弓。輕重緩急強弱大小聲都是靠這個弓，所以你弓呢一條係死得好，死得好你也上子好。哦，好，我來試看下哈。好，我唔係專業嘅哈。唔係。好嘞，好，是嗎？所以我用音，先生講嘅哈。對，我一天比個7。哦，很強哦，當然意思。哎呦，強台啲嘅，對，輕一點。哎呦。安雜哦，希望先生愛用音是要學住啊。總大家介紹係講上愛，聽到呢種轉式，對內會去買，聽講用音做到買2米米嘅買，結果行有冇買麼？去哪會買？因為我哋係自產自銷，在我的臉書粉絲團，或者是我的臉書，我喺溜羅找。啊，只查詢，然後私賴我、私密我，哎呀，是做得嘞，是做得嘞哈！哇，今日非常歡迎喊做得命到了去，嚟希望3位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分享，嚟希望所有嘅朋友來收看今半日嘅節目，希望大家非常喜歡哦。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林先生來做圓通了，希望大家上嚟了。謝謝大家。